这时我要来攻读圣经，记载伫哥林多后书第4章16节到18节。因为安尼，阮就袂累志。虽然阮外在的身躯渐渐衰败，阮内在的性命却日日换新。阮所遭受短暂的痛苦，是要为阮带来无通比拼永久的荣耀。阮并无关心看见看会到的代志，是关心遐个看无的代志。看会到的是暂时的，所看袂到的是永远的。以上圣经，愿上帝祝福伊的话，佮祝福尊叹伊的话去行的人。今日真欢喜本会的主任牧师蔡正道牧师要为咱来分享的信息。伊的题目是新造的人第一讲。新造的人，咱请蔡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亲自将平安甲喜乐赏赐予大家。顶礼拜牧师甲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看上帝要做一件新事。咱知影要迎接新的事，就需要有新创造的人。所以咱今日要来看另外一个题目，就是新创造的人。伫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搁一遍用你的疼吸引阮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要领受你的祝福，也透过你的祝福，就是你的话语，阮的生命要得到更新甲改变。所以这个时刻，主啊，阮愿意将阮的心安静落来。注心伫你的话语顶面，求你来帮助阮，互阮会当得到快乐，也赏赐阮信心，会当将你的话实践伫阮的生活中间，来祝福人，来荣光你。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牧师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愿意当会寿啊无？有吼。大家拢爱当会寿，安尼，佮问恁第二个问题：你有愿意变老啊无？哇！你若安尼对上帝祈祷讲，上帝啊，我要当会寿，我佮无要变老，哇！上帝有那真歹做。咱来知影，就讲这是咱人的一个真必须要面对的命运，就是咱人会老化。咱知影，咱看到咱四周围的物件，新衫会变做旧衫，新的车会变做老爷车，咱的身体嘛是安尼。咱对生落来了后，虽然会成长，看起来要进入迄个青春岁月，但是一万年久，咱的肉体就慢慢衰败，因为咱人会老化。咱对出世开始迄一天，就是往老化、衰败进行。咱看这张图，一少年人无偌久，慢慢就老化。但是咱人就是有真毋甘愿啊，对无？拄则我问恁讲，恁要当会寿，大家拢袂；要变老，大家无袂。所以咱就想要抗老化，想要对抗这个老化，虽然咱知影讲咱无法度甲这个命运对抗，一定会老化，一定会衰败，但是咱就设法想要减少迄个衰败甲老化的速度，所以就真侪科学家、医生、医学家，伊就开始做研究，到底人为什么会老化？所以有真侪无共款的学说，有讲是自由基的因素，有讲是荷尔蒙的因素，有真侪无共款的这讲法。这医学家、科学家，伊就根据这会造成人老化的情形的原因，来想一寡办法，帮助咱减少老化的速度。所以即马市面上就真侪产品，拢讲我这是抗老化，我健康食品食咧，你会当较慢老化化妆品来抹咧，你可能会看起来较袂遐尼紧老。有一遍，我无顺用咧看电视，
我看到伊看到迄个购物台内底咧讲一种抗老化的产品，我看伊看到安尼吼，真斟酌，可能得要买落呀。我来看迄介绍，哇，佫贵三三吼！我拢啊，牧师娘讲，牧师娘，你无需要即个物件。伊看到我吼，干足欢喜安尼，可能若阵我会来讲吼，讲伊看起来青春美丽，无需要即个物件。但是我来讲，牧师娘，你真正无需要即个物件，因为我的目睭嘛会老化。人就是安尼啊，拢无爱变老。吼，毋茫讲会咱减少迄个老化的速度，啊，这是咱的肉体。但是咱需要面对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咱的灵性嘛会老化。咱知影属灵的代志，嘛有可能老化会衰变的。咱看到真侪人，当信主的时阵，对信仰的代志真热诚，祈祷、读圣经、敬拜，拢真热诚。但是有时阵突然间无注意，咱的祈祷、咱的敬拜、咱的灵修生活，嘛有可能因为咱无注意，随着时间的缘故，变做形式化，失去原本的迄款的活泼。这咱要真注意，因为这是非常可怕。如果咱若灵性老化，对所有属灵的代志无兴趣，若无兴趣了吼，咱做每一件灵修的这代志做起来拢真辛苦。所以吼，有个人祈祷，若祈祷较久的，煞拢困去，困一暝了起来讲哇，我做通宵的祈祷，还阿门者。有个人听讲吼，有一寡人听讲圣经有一种医治的效果，都讲治疗失眠，甲数学课本相共啊。困袂去的时候，看圣经看无偌久就困去。有个人来敬拜，听圣歌队，像咱今男生的圣歌队唱了真好，咱着信靠上帝，听个感动流目屎。听牧师讲道嘛，流目屎是哈嘻哈甲流目屎。当你若对属灵的代志老化衰败去，你就做咱做这灵性的活动的时阵，就失去了迄个活泼的气力。但是感谢主啊，咱会明白，肉体绝对会老化，会衰败。但是属灵的代志甲肉体无完全共款，所以咱爱去追求迄个属灵的抗老化。咱有上帝，互咱一个武器，互咱真重要一个，会当去面对这抗老化的武器，就是不断更新啊。咱拄则所读的经文讲，虽然咱外在的身体会渐渐败坏，但是咱内在的生命会日日更新。咱知影，咱内在的生命是上帝圣神运行的所在。圣经中间咱讲，上帝会当照着运行伫咱心内的大气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咱所求所想。所以咱来求上帝，互咱不断透过上帝的气力来更新咱的活命。一旦咱的活命会当更新，咱就袂去老化去，反倒转会当日日更新。亲像保罗人讲的，咱的生命要伫内在生命要日日更新啊！那安尼，咱若对这个有较无的话，咱来看圣经，逐咱讲咱命哪去更新。圣经提供一种真重要的更新的方法，就是伫基督内面。咱拄则所读的第二段经文，伊讲无论什么人，无论是任何人，包含你甲我，一旦有基督的生命，就是新创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新的已经来临。所以咱来把握这点哦，就是讲任何人一旦有基督的生命，这基督的生命吼，好合本翻译做，哪有人伫基督内面啊？哪有人伫基督内面？啊，什么叫做哪有人伫基督内面？我想足久吼，想着讲要安怎表达，互大家知影讲，什么叫做伫基督内底？拄好最近中秋节，毋知对当时开始，咱中秋节所有家户拢爱安怎烘肉，大家拢知影吼。
我想讲咧烘肉的时阵，咱知影拢爱做迄个烘肉的肉对无？吼，啊烘肉的肉，咱就爱先做迄个酱汁嘛，烤肉酱对无？吼，都爱用蒜头、豆油、糖，吼，啊搁一寡料来搅搅的，吼，然后安那爱将咱要烘的肉来放入去内底，浸入去内底对无？啊，咁咱浸一个水摕起来，袂当嘛，你要浸一段时间，互迄个汁吼会当透入去迄个肉内底。所以当咱来肉摕起来了，发觉讲即个肉甲原本的肉无共款啊，原本的肉是无滋味的嘛。但是即摆因为迄个咱用迄个酱的汁已经透入去即个肉内底，所以即个肉已经改变。所以伫基督内面吼，就是你爱浸伫耶稣基督内底，你规个人爱浸伫耶稣基督内底，受耶稣基督的影响，咱人的本质、罪人的本质就会改变，咱会成做一个充满耶稣基督香味的人。四周的人就让对咱的身躯去闻到耶稣基督的香味，这就是伫耶稣基督内底。所以牧师有3项建议，咱详细来学习。第一项就是咱要浸伫耶稣基督内底，咱就要怎爱了解耶稣基督的生命。吼，咱要有即个耶稣基督的生命伫咱的内面，咱就爱了解耶稣嘛。啊，要了解耶稣，咱要了解一个人，比如讲我当来到双连教会，大家要了解我，要了解，就是你爱听我讲的话嘛，啊，佮看我做的代志。当看我讲的话，甲我做的代志，敢有符合无？然后你若听我讲的话，佮看我做的代志，久了你就了解我嘛。相反，你要了解耶稣，你就是安怎爱听耶稣基督所讲的话，看耶稣基督所做的代志。感谢上帝，伊互咱啥物货？圣经嘛，互咱看见着耶稣基督讲真济上帝要爱伊传讲的话，看耶稣做真济。这新约技术，伊安怎去听人，伊安怎去款待人，安怎去面对困难。咱了解讲，透过圣经，咱就了解耶稣基督这个人嘛。所以，牧师意爱大家爱真认真来研读圣经，透过圣经去了解耶稣、明白耶稣。但是，了解耶稣、明白耶稣，也未变做你生命一部分，你就爱开始去学习耶稣。当咱特别是当咱拄着生命中间真重要的选择的时阵，咱就爱去想讲，当耶稣面对这款的决定的时阵，咱选择的时阵，伊会做什么款的决定？因为圣经中间记载耶稣的代志是无可能甲咱今日所拄着的状况完全相共嘛。咱可能拄着耶稣的圣经中间无记载这个代志，但总是。圣经互咱一个原则，知影耶稣安怎去面对人生的真济代志。咱将这个原则学习落来，然后当咱拄着困难的代志要做决定的时阵，咱就想看耶稣基督会安怎做决定。最后一项上介重要，就是你爱甲耶稣基督做相款的决定，爱甲耶稣基督做相款的决定。我过去有一个老师，伊对我讲。伊讲吼，通常耶稣基督的决定拢甲咱的决定倒变啊，吼啊，所以你爱敬视，你爱活出耶稣基督，就是爱照耶稣基督的款式去做。哦，所以过去有一站少年人也是讲，真侪人有流行一项，就是伊会伫伊的手挂一个手环吼，啊，顶面写 WWJD， 大家看过吼 ？WWJD 这4个英文字，就是讲耶稣会安怎做。就是讲，咱咧做啥物决定的时候，咱就想讲，那耶稣拄着即款的代志，伊会安怎做？咱就照安尼去做。啊，但是吼，这爱用你的生命，因为我会记阮囝蔡木奇吼，细汉1年级的时阵去学校，啊，伊那去学校吼，当开始个团体生活总是有时甲别人发生一寡冲突嘛，所以老师就写联络簿转来讲，恁囝今日甲人安怎吼？所以我就叫伊来讲，木奇啊，爸爸送伊一个礼物，我就送伊一个 WWJD 啊，挂伫伊的手，讲这是意思是讲吼，耶稣会安怎做？啊，你著捌耶稣自细汉都伫教会大汉，你著知影讲，
拄着即件代志，耶稣会安怎做？哎，我讲安尼你知无？伊讲伊知。叫无两日，老师搁写联络簿转来，讲伊甲人相拍。我讲蔡牧师啊，你为什么安尼啊？啊，你平常就乖乖啊，啊，开安尼，啊，伊就讲迄个人安怎来创治安怎？我讲，但是你想耶稣会安怎做？讲我知影耶稣会安怎做，但是爸你要我挂即手，我是用即手来拍。圣经的话吼，毋是刻伫石板顶面，是刻伫咱的心板顶面啊！爱成做你心的一部分啊！亲像我拄则讲的迄个肉汁，迄个汁爱透入去肉内底，成做你生命的一部分。所以咱拄着任何重要决定的时阵，咱得当做正确的决定，符合上帝心意的决定。好，如果咱若开始安尼做，明白耶稣、学习耶稣、活出基督。安尼就表示咱的生命开始被耶稣基督所影响，咱就往新创造的人迈进，咱就开始进入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会带来几种对人的影响。牧师要甲大家分享3种，但是因为今仔日时间的关系，我分享头前2种。好，咱先来看，伫这个新的生命，咱中间咱会得到一个新的价值标准。用新的眼光，用新的方法去面对咱所面对的这些代志。既然无搁再用世俗的标准去判断代志，亲像保罗先生所讲的，讲无甲这世间相款，毋通互这个世界同化，爱互上帝来改造恁，更新恁的心思意念。咱知影上帝创造人的时阵，互人一个真好的形象，但总是人受罪影响，就失了迄个形象嘛。所以，上帝互伊的囝耶稣基督来到这世间，伊所话、伊所讲的话，就表明讲一个完全的人，伊所表现应该安怎？所以咱爱互上帝来改造咱，更新咱的心怀意念，咱就安怎？咱就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那一个新创造的人，就知影讲上帝心意是安怎？伊知影。安怎去满足上帝心意？什么是好的？是完全的？是上帝所甘纳的这个代志。所以新创造的人会带来3种改变：一种伊目睭改变，伊看代志的方式无同款；一旦目睭改变了，伊的观念就改变，伊判断代志的方式就无同款。然后伊规个人的性命无同款。好，咱一项一项来看。第一项，一个新创造的人，伊会产生一种新的眼光。这新的眼光是无看暂时的代志，伊会看真远，看真远，会看到永远的代志。咱常常咧对别人讲，爱讲一寡专家人士就讲，咱人爱有远见，爱看较远的，毋通看头前。但是咱基督徒活踮伫即世间。爱看愈较远，就是咱毋是看即世间的代志，爱看超越即世间到永远的代志。所以保罗伫咱拄则所读的经文中间，第4章18节伊讲：阮并无关心看会到的代志，是关心迄个看袂到的代志。看会到就是安那，咱即世间的代志嘛。看袂到是将来上帝要互咱的应允。讲看会到是暂时的，咱知影咱踮伫世间是暂时的嘛。看袂到是永远的，所以一个新创造的人，有耶稣基督伫你内面的时阵，你会去看到种种的代志，就是永远的活命的代志。其实咱伫世间的日子，实在是真短的。如果你若过头去专注伫现在，专心去追求俗世一切，安尼你会因为安尼来失去足大、足济、足宝贵的物件。咱爱调整，爱调整咱的眼光。咱应该爱将咱的气力较济投入迄个永远的事业顶面。咱知影吼，上帝互咱伫世间上界宝贵的代志，就是互咱会当明白伊。透过安尼，上帝要守出咱永远的活命。我过去捌入捌一个公山教会长老，这长老伊有家己的经营事业嘛，不止成功，但是伊拢会做一件代志。伊早起时吼，拢会去到教会祈祷，对5点去祈祷，祈祷到7点外才去上班。
当然因为伊的厝拄伫教会边啊，伊讲其实伫厝里嘛是小共。人问讲哦，你安尼开出的时间咧祈祷，伫教会中间服侍。伊讲我去上班吼，是咧拼经济，但是我来教会是咧哪？是咧拼生命啦，是咧拼永远的活命。我听了真感动。我感觉如果若相连教会所有的兄弟姊妹，大家愿意尽力来拼性命，唔简单，你会得到永远的活命，你会当成做真大真大别人的祝福。所以调整咱的心眼光是无看暂时的事，是看永远的事。第二项，是一个新的新创造的人，伊眼光会改变。伊毋是单单去看到困难，也对这困难中间去看到上帝的恩典，看见上帝要赏赐伊未来意向甲愿望。咱看见圣经中间有即款的例啊，当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了，因伫旷野一段时间，当因将要决定要入去迦南地的时阵，摩西派12个探仔，侦查员去迦南地先看卖。叫转来了，咱拢知影这个故事啊。其中10个人讲：“哦，太恐怖，太恐怖！遐人拢真悬大，阮伫伊面头前那像草莓啊同款，咱一入去就绝对叫伊猝死的。”所以因有看到困难，但是约书亚甲迦勒，我相信约书亚甲迦勒伊嘛有看到遐人真悬大，可能真强大，要入去会拄着这个困难，但是因毋简单看到这尔。因也看到上帝要互因的应允，因看到上帝要赏赐因未来的愿望，所以咱看见着后来上帝就互因两个入去到迦南地承受这个应允，其他人拢无资格通入去。所以亲爱兄弟姊妹，牧师来到相连教会，相连教会是起着伫真好真好的基础顶面，咱当时有哪会面对一寡困难，我愿望讲，咱看到这困难来突破，因为咱为着要迎接上帝，要伫咱中间行新的事，咱就爱有迄个信心，怀抱着这款愿望的心去迎接上帝互咱的应允。这是一个新创造的人爱有的态度。第二项，所以伫遮保罗伊安尼讲，伊讲咱遭受这短暂的痛苦，为着要为着咱带来无通比永久的荣耀。迄个时阵，哥林多教会的人受到足大的迫害，保罗苦劝因爱忍耐。这个短暂的痛苦是要互恁承受迄个无通比拼永远的荣耀。咱来看到这个。第二项，一个新创造的人，伊为伊的生命带来新的观念。这款新的观念，我要甲大家分享2项。第一，这种的人会看轻计小，看重计值。咱知影，咱所徛起的这个世界，真侪人是看计小，看价格，无咧看计值。咱咧评断一个人，拢会讲哦，这个人穿插安怎？伊出入是安怎？偌济人咧服侍伊？伊做的工作是啥物？咱用安尼咧做判断，讲这个人到底够好，但是新的观念是互咱看重迄个价值。这个人的价值无在伫伊拥有啥物，是在伫伊存有的态度、存有的状况。这个人的品格是安怎？伊的做人是安怎？伊有活出上帝伫生命中间的计划啊无？这是新创造的人判断一个人价值的所在。咱对物件的看法嘛是相共。举一个来讲，咱手中拢有这本圣经，这本圣经在咱看毋是啥物价值的物件嘛，毋是啥物有好的价格的物件嘛。你去公报社买，可能一本几百块银啊，可能较好的千几块。伊价值毋是真悬，但总是，如果有一个人，伊用心去看这本圣经，伊的生命会当得到改变，这是有价值的物件。所以，一个新创造的人，
伊的观念爱改变，伊咧判断代志，咧判断人，也会做改变。求上帝互咱有新的观念，看清楚咱人生的方向。什么会是有价值的物件？最后一项，一个新创造的人，伊的新的观念会互伊看清利益，看重关系。比如讲，咱常常咧讲即个金钱甲咱中间的关系，其实圣经中间金钱甲财富是中性的，伊对人的好还是歹的影响，是看你安怎去甲伊中间的关系。你若会当管理伊，伊会当诚做真侪人的祝福，甲你本身的祝福。如果你若受伊控制，你就变做伊的萝卜。所以其实咱甲金钱就是在伫咱甲伊的距离啦。比如讲，我手中有2个银角啊，若你看金钱的态度是亲像我即摆呢，但即个金钱。运用上帝所予我的物件，会当去成做真侪人的祝福。透过安尼去起造一个水的关系，咱本身也会当领受真大的祝福。关系是赢过利益。我有一遍甲一个同工广播社的董事咧分享，伊也讲一个趣味的故事。伊讲伊的囡仔，大学读法律系毕业，考到律师的执照了。就去一间台中的律师的事务所遐服务。伊讲因迄个律师事务所的大楼迄间大楼中间有几6间相款无共款的律师事务所大家拢伫遐所以因对其他同行的拢有认捌。有一遍早起时以前一天，伊的董事就甲即个因这囡仔讲今仔日明仔载咱有一个真重要的客户要来讲伊的财产的问题，所以你明仔载在9点进前，你就爱落去楼骹来接，这对咱来讲太重要了，所以你爱落去楼骹接，所以伊迄天就穿插真整齐，落去到楼骹听候迄个真重要的人客要来，结果伊看奇怪，开9点未到因规栋大楼无共款的事务所的人拢排伫遐。甲伊伫遐咧听讲这明明都人客都是阮的开拢做伙落来排，叫第一台轿车落来，停伫头前落来，毋是伊的人客，是这人客的太太，这太太就是伊的囝来扶伊落车，然后另外一个事务所人来带起哩，过无偌久，搁第2架车来。是这个好野人的第2个某，佫是伊的囝，这个第2个某的囝来扶落来，佫另外一个事务所的人来接起，佫第3台车来，第3个某，佫是伊的第3个某生的囝来扶落来，带伊另外一间事务所带起，最后一台来是伊的人客，落车是外劳来扶落来，伊的囝拢对伊的太太。年老的人，伊咧讲这个故事，互我听的时，这真实的故事，互我听的时，我心中真感慨。一个人伊有遐尼大的产业，这个产业加做伊的家庭的负担，毋是祝福。如果咱若过度看重这个物质，咱会失去会当带互咱生命祝福的关系，这真拍算。所以，一个新创造的人，伊的观念会改变。伊知影安怎运用上帝予伊的资源，去成做别人的祝福。透过安尼祝福别人，伊本身也享受伫迄个平安甲喜乐。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今仔讲就要听伫遮。咱后礼拜牧师要讲第2讲的时阵，咱来看圣经的话语安怎调整咱的生命。今仔如果若上帝话有蒙着你的心。这时阵，牧师要替恁祝福，互咱每一个人拢透过圣经来得到快乐，互咱的生命得到改变。
咱从目睭开起来，牧师来替大家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阮知你的话是有活泼，阁有气力，会通改变阮的生命。主啊，阮是何等渴慕会当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阮，互你赏赐阮的活命，无抵到拍算。所以，阮恳求主你帮助阮，互阮会当明白基督、学习基督、活出基督，赏赐阮新的眼光、甲新的观念，互阮每一个人生命得到调整甲改变，透过阮的生命来祝福人，也将所有的荣耀拢归乎你。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